有亲罗西爱海客又搁对咱台湾的公部门甲企业发动网络攻击，包含法务部、汤泽运、军工、电子拢总受害。南韩公调处今仔日要去逮捕总统尹锡悦，毋过甲警卫处的维安部队伫遐对徛5点钟半，落尾是宣布暂停逮捕行动。挪威政府推出真侪电动车优待，去年卖新车有买到9成拢是电动车，是全世界头一个特别淘汰石油汽车的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到有亲罗西亚海客又搁对咱台湾的公部门甲企业来发动网络攻击，包含着法务部、汤泽运、军工、电子等等拢总受害。财政部甲法务部拢表示讲，因有随主动攻击，所谓发展部嘛讲，因伫咧第一时间就掌握到证据，目前是无系统受到破坏，真紧就会让来恢复。今年才拄开始，台湾各一摆互亲罗的海客攻击，点开军工的官网，中时完全无法度显示网页，其他亲像细心和大众电脑，嘛是海客攻击的目标。军工初日对外发动信表示讲，官网系统是受到DDoS的攻击。目前评估对公司的营运并无重大影响，政府相关单位包括法务部、执行署和多级公司拢防攻击。阻挡它的 IP 连线之后，我们也持续的在观测、监测当中。阻挡之后呢，整个这网站之后都正常的运作啦。陶杰公司官网已有相关的防御措施，接获情资后立即加强监看，官网未受到影响，持续提供民众服务。传出亲罗的海客是对初日下晡开始攻击台湾，第一波锁定的对象包括陶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建交所和军工；第二波是包括法务部执行署和大众电脑；第三波是台塑化和细心。细心伫下晡发公告指出讲，受到网络攻击的时阵是需启动相关防御机制，网站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大众电脑表示讲，对公司的营运并无重大影响。财政部回应讲，初日下晡系统有连线加班的现象，因就需采取防御措施来阻断恶意的连线。处理时间是5分钟。司法部回应讲，针对国际海客各一摆侵扰，是算阻断巨大的服务。第一时间已经掌握证据，发布资源警讯，协同相关单位来通报。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系统防破坏，拢会当伫第一时间来恢复。经验多之后的预防上面就会比较好，各个公司部门可以重新去检视，你在针对像 DDoS 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足够预防的能力在？专家讲，面对这种海客的攻击，建议不管是公司部门，都要较紧来导入强化所谓韧性，设定信任架构，伫内外邦拢做好防御的机制，才当避免海客的攻击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等等4个人，搁再封羁押禁见。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批评检察官正做政治走狗，因要伫咧1月11日司法节迄天，全国大动员上街头来抗议，也支持郭文德的律师提起控告。因为经发现这桩弊案伫咧1月23日要进行头一间开庭。抗告到底。如果考上抢考，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这4个人，因为姜华城甲政治现金案做着起诉，北检第二摆控告成功，4个人全部互关押禁见。郭文德初三透早，搁再互再往看守所，今后陈佩琪下晡去替伊准备衫裤，另外增加现金5000块。有没有想要对柯主席说什么？刚才停留大约10分钟了后，陈佩琪就离开呀。也来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是宣布，1月11日司法节要全国总动员，第一自由控场来集合，捍卫郭文德清白。你们到底申请羁押他的理由是什么？结果我们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多么傲慢，所以我们所有的理由都在那100多份卷宗里面，有一些我们还没有拿出来的，我们未来会是需要再拿出来。你敢再交保，我就继续抗告。我们国家的检察官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可怕的政治打手、政治鹰犬？郭文德搁再互裁定关押，检察官提出事情，其中包含郭文德甲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的来对话记录，显示相关人士同意讲法要以强势决定来解释姜华城案。检方甚至以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反口径为例，认为郭文德影响关键的证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翻供，这只是他们的推测，不代表我去指认。昨天律师回答得很精准，是他说蔡碧如只是就笔录做正确的陈述或叙述。难道继承事实叫做串证吗？我们现在看到北检在做的就是
柯文哲呼吸有罪，柯文哲用通讯软体有罪，柯文哲连开会都有罪，都是串供。早在2021年的时候，有议员质询金华城案，当时所有的官员在回应的时候就说这个是都委会的共识局。民众党讲，郭文铁敢若互北检欺负，除了伫司法界经由集结为郭文铁赞声，也强调绝对支持辩护律师提出控告。野人违建集团主席沈庆景已经经由律师控告，主张以着癌爱断伊治疗，不予归押。办医心理检发城案件要伫1月23头一摆开庭。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团今仔日伫咧立法院会提出变更议程案，要求爱改选立法院长韩国瑜，即个以来配合国民党团违反着中立原则。因为国民党的总调保困企业批评讲，总统赖清德才讲要调野和解，即马民进党团说是要来罢免韩国瑜。立法院进前三读通过选罢法、财委法和宪法诉讼法3法的修正案。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说，因后其中选罢法和财委法主请总统府公布，民进党团这个规很呛要甲罢免。他说赵伟说刘仲说不能送，非罢免韩国瑜不可。对于相关议事人员、公务人员送监察院弹劾，另外到法院提告，这些都是一定要做的，否则的话，以后这个地方可以关门的。赖清德总统呼吁朝野要走向民主的正途，也希望请韩国瑜韩院长来喝大和解咖啡。柯总召，你跟赖清德总统到底是在唱双簧，还是再一次的来打脸赖清德总统？一个说要大和解，一个说要提罢免。提出立法委员候选议长、副议长办法的规定，经过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人数提议，出席委员2/3以上通过，就会当改选。民进党团初3提变更议程改选议长，但是院会未处理。本件提案因未在本星期二113年10月31日中午程序委员会发言处理，依本院处理变更议程案例，就暂不予处理，并列入公报。另外，宪诉法的部分，行政院认为讲正歹施行，已经提出复议，另外嘛计划后一步会申请释宪。郭建明甚至化为无拜读公道改善国会。那我们也提出宪法这个总统被罢免门槛也要调降啊，这个还有废死，大家就一起来公投，干脆国会跟总统就一起来重选，我们也是不会站的啦。行政院对于宪诉法瘫痪了宪法法庭，造成人民权利的受损，当然应当提起复议，后续提起释宪，从暂时处分的申请或是释宪本文，都是我们会后续努力的作业。总统宪诉法复议会过吗？罗总统参加大南方新设局推动方案的启动活动，并无回应宪诉法这议题。罗需要强调讲会拍拼启动各项救济定数，目前暂时无讨论公道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有啥物大代志来关心？这几天啊，全台湾落雨水气阁高，早暗玉山是今年寒人头一天落雪。虽然今仔日开始水气会较减少，不过礼拜阁要开始落雨，后礼拜一又阁有一波冷气团报道会寒一礼拜，上低温可能剩无到10度。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去年10月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经过清查，发现到病院要到一半拢是违建的分阶段拆掉，尤其是发生大火迄栋会优先伫咧14强制拆掉。另外，卖甲病院来开发。台北大巨蛋即阵啊陆续开始办演唱会，就有民众发现到除了漏水、看台会海、天棚嘛出现壁损。万雄公司是回应讲，这是表面的材料闭起，唔是结构裂开，袂影响到安全。不过也是有民代要求，应该得爱成立评估委员会来加强监督。咱继续来关心到国际消息。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风波了后，互弹劾停职，就一直拢关伫咧官舍内底。因为3届团尹锡悦拢无来，法院是伫咧去年12月31批准对尹锡悦的逮捕令，期限是到1月初6后礼拜一为止。南韩的公调处今仔日初3就带警察去到总统官舍，要来抓尹锡悦。不过是和警卫处的维安部队伫遐对徛5点钟半，伫咧现场嘛有真侪支持甲反对尹锡悦的民众伫遐聚集。落尾公调处是宣布顾虑到安全，暂停逮捕行动彻底。尹锡悦的律师就批评公调处无调查的权限，这是违法的行动。原来公调处是指控官舍的警卫队妨害执行公务。若是公调处有顺利抓到尹锡悦，48点钟内就决定甘要羁押。
前规新区乌山的公调处人员陆续离开总统官邸，暂停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行动。南韩法院批准尹锡悦逮捕令了后，南韩公调处早起天也未光的动员30个人加120名员警，要进入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其中70个人留伫官邸外口待命，另外80个人伫进入官邸前后，能介受到周围官邸的日本首都防卫司令部第55警卫队阻止，发生真侪届肢体冲突，最后决定暂停逮捕行动，这嘛让尹锡悦支持者欢喜欢呼。 윤석열 대통령은 여태까지 국가의 법을 지켜왔고 저자들은 국가의 법이 없습니다. 대한민국은 지금 무법 천지가 되어가고 있습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국민의 한 사람으로서 도저히 그냥 이 자리를 묵고 할 수 없어서 이 자리에 찾아왔습니다. 韩联社报道，现场有超过1000名尹锡悦支持者对公调处行动示威抗议，佮组织逮捕行动。为了防止冲突升级，警方调来2700多名警察维持治安。伫咧官邸内底有超过10台汽车佮公车甲路挡条，差不多200名第55警卫队员加做人墙，互人无法度通过。公调处的3名检察官只有看到尹锡悦2名律师，无法度确定尹锡悦是毋是伫官邸内底建筑物。 根据总统警卫法，这个警卫队是总统警卫处管理，负责官邸周围环境的警卫人物，毋是军方人员。伫双方对徛超过5点钟了后，公调处伫台湾时间12点半左右，用环岛对徛会威胁到现场人员的安全做理由，暂停执行逮捕令。嘛对尹锡悦拒绝遵守法定定罪行为表示违反，而反对尹锡悦民众是伫现场举标语牌，甲支持者伫路上的2边对徛表达诉求，要求继续逮捕行动。 그래서 빨리 체포를 받아들이고 구속을 받아들이고 그리고 빨리 하루빨리 하야를 해가지고 현재의 어떤 정치적인 그 혼란 상태를 끝내주기를 우리는 바라는 뜻에서 이 자리에 나왔습니다. 依法院批准的逮捕令期限只有到正月7日。公调处表示，原本烦恼就不执行逮捕行动，可能会出现更较多民众组织有人身安全的风险。7日执行，伊个是最后期限，就算伫初3拜五来做逮捕行动，最后有关无成功，会检讨后一步行动要安怎做。暂时先用涉嫌妨害执行特殊公务的理由，对总统官邸的警卫处处长甲副处长立案。 要求2个人伫初4到案睡眠。而北韩媒体调中社嘛伫初3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受到弹劾的后续状况，认为南韩的政治已经陷入瘫痪，社会真混乱。国际新闻台宋平益。继续来关心中东的局势，以色列军方搁在连续空袭加沙地区，包括当地警察部门的首长，至少有68人死亡。就连加沙南部的人道救援专区拢受到攻击，真侪妇女甲囡仔不幸罹难。 民众大力甲阿木土地搬开，赶紧区内看防轰炸过倒去大楼内底，是毋是也有生还者？元旦午夜拄啊过，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地区15摆，造成至少68人死亡，死者包含加沙警察部门的首长萨拉甲伊的副手沙万。 位于南部的平民人道救援专区马瓦西亚地也被轰炸，因为以色列军方得到情报讲，哈马斯武装分子正伫内底活动。对以色列去年5月下令民众对加沙走廊其他所在撤离了后，就几10万名无家可归、唔知要去倒位的民众伫马瓦西避难。医疗人员讲，伫马瓦西死亡的11人内底，包含一个妇女甲儿童，因是伫布棚内底无难。 فيش ولا منطقة أمان، فيش منطقة أمان، على الفاضي وين ما تروح على البحر انضربوا، هنا انضربوا، في جوا غاد يعني تحت انضربوا، وين ما ضرب وين ما جا، ضرب وين ما جا يعني قبل فترة صارت هواء والله كلنا تشهد مع أرواحنا فيها.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讲，对于2023年10月以下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区人口数减少6%，大约有6万名有新的妇人人因为医疗欠缺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威胁。到2024年8月，加沙走廊有将近15000名儿童营养不良，其中2288名儿童有严重急性的营养不良，占大约22%的加沙人口面临灾难性的粮食危机。5岁查某囡仔阿尔马德霍恩，差不多每天拢发烧到40度，3到皮包骨，伊的老爸老母因为战争无度工作，真烦恼也真着急查某囝情形。 جيت عشان بنتي عندها سوء تغذية شفتها وجيت ناس دلوني على جمعية أرض الإنسان وهي شافوا عندها كشفوا لها لقوا عندها سوء تغذية متوسط بدهم يتابعوا معاها. 对加沙地区2025年迄试开年，以色列军方强调行动一切遵循国际法，而且已经采用可行有效的做法来减轻对民众伤害，并且指责加沙的武装分子用难民营真做暗号，不过遭到哈马斯的否认。公视新闻新闻批编译。
迎接新的一年，美国说是发生2件汽车攻击事件，造成19个人死亡，几10个人受伤。总统拜登表示，初步调查是无法度证明这2个案件敢有关联。不过，2个驾驶拢捌伫咧共一个军事基地做兵，其中一个佫讲是受到恐怖组织的煽动，是互外界真烦恼。发生致命恐攻的纽奥良市中心原本留一个破棚机，设置重新开放。玻璃顶悬的枪支孔依然看甲真清楚，警路全副武装警察巡逻，增加紧张的气氛。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联邦调查局 FBI 初步调查结果无证据指出，这个攻击甲拉斯维加斯的电动皮卡爆炸有关系。And so we're also continuing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re's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w Orleans attack and the explosion in Las Vegas. As of now, they've just been briefed. They have not found any evidence of such a connection thus far. 不过，纽奥良随机攻击案件的凶手贾巴有退伍军人身份，佢表示是受伊斯兰国 IS 的煽动。拉斯维加电动皮卡37岁驾驶莱福伯格是现役军人，是陆军特种部队列比姆的成员。警方在遗体头壳顶发现枪支孔的痕迹，车顶也找到枪，研判是汽车爆炸进前就开枪行底路，犯案的动机要搁调查清楚。What we do know about that is it's a very large military base, and we have no record that they served in the same unit or even at the same years at Fort Bragg. Something that continues to remain under investigation. 2人也伫差不多的时间被派驻阿富汗，另外2人拢是透过汽车共享公司做犯案的车。共同点，互专家真烦恼。有美国军事背景的人常常用提悬攻击的效率，就算目前安尼人无济。In general, they're more disciplined, so a lot of times would-be terrorists or would-be attackers mess up and make a lot of stupid mistakes. And people with a military background certainly at times make mistakes, but often are less likely to do so. FBI 也表示，目前也无清楚拉斯维加斯爆炸案是不是属于恐怖主义行动。虽然2个事件的假使无明显的关系，不过也无排除所有的可能性，也会继续调查2人是不是捌过联络，也加强防范高容式的恐攻。美国情报界指控之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就算伊斯兰国 IS 被逼挖苦各地分支机构，不过依然是全球性的组织，佮想要伫全球范围内对西方国家煽动攻击。专家也指出，汽车攻击冲动加刺杀砍杀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伫欧美国家用的典型低技术的恐攻攻击手段，无需要爆炸物、特殊武器或者是精密的计划。无法度精准来防范。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全世界拢在推动能源转型，欧盟也规定，对2035年开始，特别禁止会产生碳排放的汽车。目前全世界电动车上界普及的国家就是挪威。主要诱因就是政府推出真侪电动车的优待，包括减免税金、唔免收停车费，也会当走公车道、较袂塞车等等。伫咧因的国内世界嘛，拢有设充电站，提升方便性。因为这背后其实甲挪威生产石油、天然气，将因这个收益拢总提去补助电动车，而且因国内嘛无石油汽车的制造商，电动车的政策才会当遮尔无阻碍，遮尔顺利。生产石油的国家挪威，伫1990年代开始，就推出一系列奖励措施，鼓励消费者买零碳排汽车，亲像免除电动车、甲电动卡车的销售税、甲排放税。降低电动车的通行费、甲停车费，还有允准电动车驾驶使用公车的车路。挪威道路交通资讯委员会才至公布上新的统计：2024年销出去的新車，電動車佔88.9%；2023年是82.4%。In other countries, you see that someone put in some incentives or some tax exemptions, and then they pull them back again. To do this and to sort of succeed with this, you need to sort of keep at it for a long enough time, and it's working. And I think the recipe that Norway has used, it's definitely transferable to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欧盟规定2035年禁止卖碳排放的汽车，不过可能会允准卖使用碳收集技术的柴油车。挪威去年伫路连赛的食电车数量超过柴油车。根据公共道路管理局的数据，到12月份为止，路连食电的车占28.6%，
比加油的车23%较悬，不过比36.1%的柴油车较低。剩的12.3%是混合动力车。也若伫挪威汽车销路上好的，前2名是特斯拉的 Model Y SUV， 甲特斯拉的 Model 3。这2款车伫2024新车总销售量占超过18%，其他销路真好的车，还有福斯、丰田、富豪甲米凌的。中国真出名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去年销出去2669台，占的比例是2.1%。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即马电动车是未来趋势，也毋过充电站也无够普及，是目前真大难题。伫咧英国，就新创公司将努力咧要淘汰的传统电信商改造充电站，循环再利用，也促进净零排放。在电动车驶到半路，电池即要无电啊！驾驶对后车厢提出家己穿的充电枪，插伫咧路边的充电条啊。不过，这座充电条的电源是来自英国路边四处拢看会到的电信商。即摆通讯拢已经改做光纤，所以传统电信商内面一般的网络线加电话线就无啥用会到，要甲伊淘汰。有新创业者就甲即款电信商改做电动车的充电站。It's really good. It's a good idea to kind of repurpose some of these cabinets, I think, to give extra provision. Certainly around Haddington, but once they sort of roll it out around the UK as well, it's only going to be a good thing. 英国电信公司的资料显示，到2023年12月底，英国各地总共有53906座电动车充电站。不过，英国政府希望伫咧2030年时阵，将充电站的数量增加到30万座。真侪英国人买买电动车的原因，是惊讲出门若驶长途驶到半路，拄好是郊区无法度充电。因若甲电信商改做充电站，会当小可消解驾驶对无法度充电的担心，也会当帮助实现净零排碳的目标。We have actually retrofit a device inside the cabinet on the power supply side of the cabinet, which basically all it's doing is diverting power that the cabinet currently has. To the EV charge point, whilst also maintaining the power to the comms equipment, and also in the event that anything goes wrong, the comms equipment is protected. 民众只要下载 App， 就当知影对于有电信商改的电动车充电条啊。App 内面的资讯包括充电的技巧、速度，亦会当监控充电的情形。下定顿的民众会当免费试用到5月底。改造电信商的新创公司是讲，因计划将店扩大到西约克郡，进一步伫英国各地设600座用电信商改的电动车充电条啊。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伫咧英格兰南部一搭乌石仔场有发现到英国目前为止上大的恐龙卡只，分在5条路线，上长的有超过150公尺，拢总有大约200个恐龙卡只。专家评估讲，这是对1亿6600万年前所留落来的。对无人机所翕画面看到，研究人员正详细地学，并且研究每一个恐龙的卡印。研究团队讲，甲以往发现的恐龙的卡印为一来比较，即摆发现上较特别的所在，除了卡印数量真多，而且会使明显看到恐龙行的方向。You can just imagine these animals walking along, and we've used measurements from the footprints to work out how fast they were walking. We know which direction they were walking. There might have been som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because the tracks actually cross. So yeah, we can learn an awful lot from footprints. 发现这位置其实是真拄好，当地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采石场。2024年6月中间，一个工人正伫清除顶边的黏土，准备要挖落去，却是感觉地面上有无平常的震动，刷来就发现，敢像是恐龙卡印的物件，结果引发古生物学家真大兴趣，随带队来。This is by far the largest dinosaur track site anywhere in the UK. It's actually one of the largest dinosaur track sit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hese incredibly long dinosaur trackways, so some of these are stretching well over 150 metres. 研究人员发现的恐龙的卡印路线总共5条，其中4条是由体型真大的鲸龙所留落来。因虽然是食草的，不过重量超过20几吨。考古学家发现的所在，除了北非的摩洛哥，也有就是英国啊。另外，第5条的路线是体型较细、重量大约700公斤到1100公斤的巨齿龙小巴食性恐龙，特别所在就是有3个卡砖头啊。学者对巨齿龙的研究，对19世纪初期就开始啊，到即阵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也是古生物学家研究上久、上界详细恐龙之一。也到即阵为止，全世界确认属有巨齿龙的化石，拢是来自英国的牛顶菌。
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俊，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